材料係啦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嘅時間差唔多，既然但係大家都天啦，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，陣間繼續翻嚟聽下，究竟我哋晏晝嘅時間5點鐘，我哋有一個嘅超班突擊測驗，今日係突擊測驗啲乜嘢呢？市政處提提你，進口冰鮮肉、急凍肉、肉製品場所登記可以用雙社通申請續期啦。依家時間係下午5點。澳門電台一節新聞簡報：治安警接獲一對內地兄弟涉嫌盜竊氹仔廟宇香油箱嘅現金，經調查後移送檢察院。警方上個星期六凌晨4點接獲市民舉報，懷疑有人盜竊氹仔柯維納馬路廟宇嘅香油箱款項。警方聯絡廟宇負責人，並透過天眼鎖定2名